可别被我的手艺给吓到了啊！哇，小姐，你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呐！阿广，你的手艺可真越来越好了。那是我的手艺，那可是真人版的 Photoshop。再给你个秘密武器，这什么啊？荧光粉，晚上啊涂在身上，增加洞房情趣。你说什么啊？晴柔，晴柔！哎呀，我女儿真是漂亮极了！哎呀，我都舍不得把你嫁出去了。要记住啊，这儿可就是你的娘家。常常回家看看爹娘。女儿记住了。吉时已到。起轿。不好了，尹姑娘被蒙面人劫走了！什么？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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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我去！这也太狗血了吧！抢婚？不行，我得开动脑筋，想办法才行。亲们，这回就看我们的默契了。救命啊！有没有发现一顶红轿子？启禀将军，刚才有一顶花轿经过。哎，王爷来了！吁，可有秦柔下落？王爷，都是我的疏忽，才让秦柔身陷险境，以后有罪。此事暂且不提，你先起来。现在找人要紧，追问到什么了？我跟随他们的踪迹来到此处，刚问的守卫说，的确有顶花轿出了城外，我正要带人出城寻找。慢着！哎呀，晴柔，晴柔，这本来是我给晴柔的闪粉，是为了……为了什么？哎，别管这么多了，反正只要跟着这个足迹，就一定能找到晴柔。来喝，来。哎，也给本小姐吃一口啊！闭嘴！来，喝喝喝！瞅你那小气样，给一口能死啊？再不闭嘴，小心老子把你剁了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出来！是。老大，你确定没有绑错人？你不是要我们去绑成亲的灵旗王妃吗？那就没错了。
我们看着他从将军府上了花轿，还有王府的人跟着。怎么是他？算了，反正也要不了他的性命。要怪，就怪这个丫头命太好，居然成了王妃。老大，你认识他？认识个屁！把人给我盯紧喽！人要是跑了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是。哎，吓唬吓唬得了。是。吃吧。来，喝酒。不解开我，我怎么吃啊？去，吃菜啊！哎，好嘞。再胡说八道，一惊一乍，小心老子把你剁了！我刚才看错了 ，sorry。哎，行了，算了，哎，接着喝，来。你给我老实点。哎呦，我背有点痒。挠挠。来，吃咱们的。好嘞。来，喝酒啊。好，来干了，喝。谁？是我。滚出来！出来！大胆！本王乃当朝3皇子灵齐王。尔等挟持王妃，罪当问斩。若此时束手就擒，本王可以从轻发落；否则，死路一条。兄弟们，不要被他吓到！大半夜的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冒充的？更何况他现在一个人，怕什么？管他什么狗屁王爷，先绑了再说。上！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李浩，别追了，小心有诈！叶琴，怎么样啊？大夫，
他怎么样啊？啊，请放心吧，小人已经为王爷上过金疮药了，休息一下便无大碍。小人告退。谢谢。啊，慢走。谢延琪，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。青柔，夜深了，你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。走。叶兄弟，可查到绑匪线索？还是不好说。歹人身上并无发现任何线索，不过我会一直追查下去，看看是谁竟敢如此大胆。唉，好端端的喜事，变成了丧事。说什么呢你？好了，现在不是纠结此事的时候。王爷他一定会吉人天相。我们当务之急是尽快查到绑匪的线索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和尹兄弟分头去查找线索。李章兄弟，你在王府，如果王爷醒了，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好。公主叫我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哼，你干的好事。公主叫我绑架尹晴柔，以破坏皇上的赐婚。现在婚没赐成，谢延琪也生死未卜，这正是一箭双雕啊！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不许伤人吗？那纯属意外。不过依老夫看来，那一箭要真的结果了谢延琪的性命，那我们倒省了不少的麻烦。这二王爷的登基之位，也更加十拿九稳了。我平生最讨厌自作主张的人。别以为你是个相国，我就不敢把你怎么着。老朽不敢。这次我就饶你不死。如果再有下次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谢公主。对了，谢延琪的人现在四处寻找绑匪的线索，你让你的人机灵点。此刻你和谢延辰的身份不能暴露，明白吗？公主放心，我一定清理干净。这个月的解药。谢公主。哼，我早晚让你知道，谁是谁手里的棋子。